极端气候唔那干那灾情尔，这个影响是永久的。亲像非洲西部的国家奈及利亚，就有一个挖海基亚的小镇，即摆因为海平面加悬，这个所在有2/3的土地拢已经互海水淹去啊，当地人干那会当搬厝刷位。海鹰一直拍着岸边荒废无人住的厝，家下骹的土石地基拢赶走。这是奈及利亚1947年建立的基督教社区阿耶托罗。原本大家甲这叫做快乐之城，不过即阵2/3已经互海平面凊悬拢淹了，30年来失去10平方公里的土地。All the Ayetoro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sea, and if you look where the sea is now, that is the end of the former Ayetoro. 民众已经提往内底陆地已经搬过2摆呀，不过无论用什么方法，甲这战斗甲厝家继续悬，也是使这个海平面凊悬冲流去的速度。只有囡仔无好好用读，民众也毋知要去叨位讨食，真侪人离开。老赖人连啉水拢真侪问题，因为附近河流的淡水生态系统已经转变成做咸水海洋生态系统无用啉咯。Between 30 and 40 meters per year in terms of erosion, so it's very, very intense and it's very, very severe. 奈及利亚尼日河口的尼日河三角洲丰富的石油运送带来伤机甲环境的风险。专家讲，水底石油钻探是阿耶托罗地面一直流入去，和海水一直淹掉主要原因。另外，烟花对着水土保持有帮助的红树林拢做了，还有气候暖化、海平面凊悬造成的侵蚀，都是主要原因。政府当局宣示要找有效解决方案，已经是空谈啊。社区消息的景象，加上每年极端气候做大水上款，有当时媒体报道一个真侪气候变迁、暖化现象的证据。按照具体来解决，依然是尚无步。专家希望讲政府支持更加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对理解社区消息的完整的原因来对症下药。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